别着急，你还没跟我说，你都能干什么呀？啊，我好给你安排职位。是这样的，我上大学的时候呢，本专业学的是英语，打工的时候呢，学过设计，所有办公软件全都会用。这么说，你能适应很多岗位了，比如说人事部、市场部、总裁助理啊，秘书。我呢不需要这么好的职位，我就想着呢是打发无聊时间，随便什么工作都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是不是我给你安排什么职位，你都能接受？那当然了，不管顾大少给我安排什么样的职位，我都会努力工作的。好，明天跟我上班去。没问题。太好了，只要能够进公司上班，就能够有机会看住顾西城。如果那个南宫琉璃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一定能够及时发现的。你好，我是新来的助理南宫琉璃。你就是新来的呀，怪不得他们把桌子搬来了。你坐那儿吧。您注意脚下。啊，对了，少爷说呀，以后就要跟少夫人一块儿去公司了，说是在公司给她安排了一个职位。这样也好，要不景熙一个人待在家里也太无聊了啊。去公司呢，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感情会更好一些。是，不知道少爷给少夫人安排了一个是什么职位啊？这个不用你担心，锦溪没什么工作经验，不会给他安排什么重要的职位的。是，但是也不会太差吧？那是，来。该死的顾西城，竟然让我当清洁工！新来的。